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莲花开啊，6月的天气真热，毋过嘛真凉。咱坐伫湖边的树仔骹，看风将树叶仔吹甲摇摇浪浪。6月的空气真湿，毋过嘛真芳。咱坐伫湖边的树仔骹，片风将莲花的味温柔来送。莲花开啊，莲花开啊的时阵，咱亲像两片云，铺伫莲花底徛的残妆。咱将花当作是藏时间的刀啊，将叶啊当作是做好梦的眠床，还阁有将一份无拘无束放伫你甲我的中央。6月的季节真凉，园仔嘛真芳。咱倒伫莲花叶仔的顶面，随在风轻轻来摇震动。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66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一带来莲花开啊。顺利去，咱邀请林老师来跟咱分享创作的背景，也有伫这首诗内底台语文的用字。我会写莲花开啊，是安尼吼，就是讲我有一个学生叫做千芬。后来我将伊收做客查某囝，但是伫还未收伊做客查某囝之前，还阁是学生的时阵吼，伊含我咧讲话，拢会安尼客气客气。那后来当然啦，做客查某囝了后就无共啊，吼，这是一定的。就是讲伊迄阵拄来我身边做学生，拄来我身边的时候，是拢安尼客气客气。那有一摆我人咧艰苦，伊呢来看我。来看我的时候，伊含我坐相对面，我坐伫这边，伊坐伫迄边壁迄边，安尼阮两个安尼讲话。那么穿一领迄个棉衣，吼棉的衫，棉衣就对啊。那棉衣你就知影讲有迄个手画的即个图。那迄领棉衣是白底，手画的即个图是画一蕊莲花伫顶面，那安尼起来吼，看起来真雅，伊的面阁青青啊。所以阮咧讲话，我安尼甲看过，伊拄亲像一蕊莲花咧，足清气的形安尼吼。所以呢，搁再因为伊含我咧讲话安尼客气客气吼，所以我就甲想象讲，哎哟，这个查某囡仔吼，倒亲像莲花遐尔清气。那特别是因为伊是一个佛教徒，我的学佛嘛，因为后来伊的启发，对伊遐开始的。所以因为安尼后来我收伊做客查某囝，那也因为我收伊做客查某囝了，那阮做伙学佛的这个因缘，就从开始啊。其实这首诗我有要讲一个讲，我学佛的因缘是因为伊，那我学佛这条路，行伫学佛这条路，嘛是因为伊甲我带入去的。我要讲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这内底说着讲，咱坐伫迄个湖边的树仔骹坐，看风将树叶吹甲摇摇浪浪。毋是讲我甲伊伫即个湖边，是因为我甲一群朋友去阮高雄市的定清湖，阮一般拢讲叫做大碧湖。我是甲朋友去大碧湖遐佚佗，阮规阵的啦。迄个情景，迄个画面，互我想着千分，起来
将千分含我的迄种关系甲阮的感情，我起来做一个譬喻。那伫这内底呢，第一段我讲6月天气真热，毋过嘛真凉。咱坐伫湖边的树仔骹，看风将树叶啊吹甲摇摇浪浪，摇摇浪浪就是摇过来摇过去这个浪就是向弄的弄向弄的弄，摇摇弄弄。咱台语讲起来就是摇摇浪浪那这个6月空气真翕，毋过嘛真芳。这个翕这个翕就是咱台语伫咧讲的这个空气介像也无风真闷热、真闷、真热的迄个意思，真翕。这个翕我是用顶面是合作的合，下面是羽毛球的羽，这个就是无线的意思，一画来无线比如讲咱咧讲翕相，翕相照讲就是这字，将迄个影像收集伫一个翕相机内底、摄影机内底翕，甲收画来，这个意思。引申为无线啦，就讲足热的迄个气氛无线，线无开是因为无风安尼，所以翕我是用这字。那第3段内底，我有讲到讲，咱亲像两片云，铺伫莲花底徛的残妆铺伫的这个伫咱台语咧讲这个伫有几个所在用法，比如讲，册放伫桌仔的顶面，这个伫含人徛伫桌，云铺伫桌，亲像两片云铺伫莲花底徛的残妆，这个铺伫的伫是无共款的写法比如讲，册甲放踮册桌仔顶面，这个是用放字、搁置的字。这字这个念作伫，毋过铺伫莲花底徛的残妆的这个伫，我是用伫立，国语来讲伫立，徛人徛人边迄个伫立，迄是徛伫遐伫立台语要讲叫矗立啦，读册嘛叫矗立，但是咱的讲话音就是徛伫遐，铺伫遐，用这字。若是册放伫册桌仔顶面，我是用放置、搁置位置的置，我是用迄字。莲花开的时阵，咱亲像两片云，铺伫莲花咧徛的残妆。说入去，咱继续邀请花草植物专家关秀萍小姐来甲咱分享莲花的水。莲花开花的时间，就是透早5点到6点迄个时间开花。一蕊花伊的寿命差不多3天至4天，伊的花期差不多5月到7月这段时间。所以伊若是花开始谢的时阵，过来咱看到的，咱就会看到讲，菜市啊、莲藕莲子都拢出来所以一般咱会去形容一个真正高尚的女子，咱就会想到讲，伊就敢若参像莲花迄一般，真正美丽，看起来真正庄严，甲咱的观世音菩萨同款。所以咱若是伫供佛的时阵，拢最介意用啥莲花，因为出污泥而不染。6月的季节真凉，云嘛真芳。咱倒伫莲花叶的顶面，随在风轻轻来摇叮当。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林凤珠老师写诗，关秀品小姐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家事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